講到關於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，同埋有關於本地 IP 嘅發展嘅有一個嘅大型嘅活動啦。咁啊，早前就舉行咗啦。咁佢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，聽下大家嘅電話先。有伍先生，早晨。早晨你好，我咧就即係關於你醫院嗰個網絡保安咧，我有個睇法就係咁嘅，因為我初聽你尋日講咧，好似話凌晨2點鐘咧，有啲人去訪問個電腦啦，可能而家今日佢就話，即係有啲人係可能不誠實使用電腦，咁咧佢呢啲牽涉到呢個即係大機構嘅嗰個系統維護咧，咁尤其是呢啲所謂子系統啊。咁呢好明，因為佢唔係醫管嗰個 CMS 啊嘛，嗰個就話冇泄露啦，只係一啲細嘅系統入邊。咁其實你要留意咧，其實呢啲公營部門啊、或者大機構都好啦，佢好多時香港辦公咧都係 office hour，佢忙系統忙咧就係喺 office hour。咁你醫院手術啊，都係 office hour 做噶嘛，日間做啊，除非好緊急先夜晚做。所以咧，如果啲系統要維護咧，一般咧就會喺即係 non-office hour。因為冇理由話你個系統用緊嘅時候，我走去掂你個系統啊嘛，係嘛？無論更新或者掂咗都好啦咁樣。咁所以好多時咧，就其實你睇下呢啲系統咧，可能佢係有個 server 房，但係個 server 房咧，佢如果我 out of office hour咧，其實未必俾你入去嘅喎，因為你醫管局或者大機構，而家好多時咧，佢都可能 cut budget。咁佢夜晚唔會有人當班，因為當班人要 OT 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你佢唔入唔到去，但係嗰啲維修人員咧、維護人員咧，佢夜晚做。頭先解釋過啦，因為個系統唔用嘅時候，你先可以我先可以做一個測試啊、維護啊嘛。咁喺咁嘅前提下咧，佢又入唔到，咁可能我懷疑，我唔係內情嘅人啦，但我懷疑咧，因為好多時都可能會裝部電腦咧，就所謂做遠端場面，咁俾佢喺公司或者甚至可以喺屋企去到呢部嘅系統度，咁我先至可以做到維護啊。或者你同我講系統升級入邊咧有啲問題，咁我去睇。咁去睇咧，你話如果完全用 dummy 嘅數據咧，有陣時係睇唔到嘅，因為你話可能 report 俾我聽係某一個問題啊嘛，咁我真係睇個系統運作嘅時候我先知㗎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嗰啲人咧，如果佢係 remove 入個系統咧，咁你又唔俾人哋實時走入去你間 server 房去監察住佢做咧，咁就有可能咧導致咧，無論係即係有啲啲人佢可能睇完個系統之後，佢咧或者甚至佢會下載個數據庫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可能 office hour 同其他人一齊去討論啊嘛，呢個問題點樣解決？佢夜晚佢未必一個人自己搞到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其實呢啲有陣時咧，就係醫院本身、大機構本身，佢哋點樣去有啲人啊專門24小時要做到咧？呢啲係網絡保安、信息保安嗰度 authorize， 俾人哋咧真係 on site 去做呢件事，唔好俾人 remote 去走過去做呢件事。咁先至能夠咧避免到呢啲咁嘅數據泄漏咯。好啊，唔該晒伍生，同你傾到呢個先啊。不過呢個都係未知嘅詳情究竟係點樣啦，可能有待下一步再公佈啊。究竟係咪同呢一個相關嘅咁？歡迎大家打嚟啊，1872311嘅咁。另外想同大家